在下個對話當中，阿公老阿平都當勇敢嘅來挑戰一新嘅樣式。每啲討論當中，有講到有關念頭那麼含個表態建議嘅用法。接下來，我就來看一下一條重要嘅詞彙：念、然。聽命名的，非常高興。南西燕強用板講，聽命名的，汗流脈絡，汗流浹背，涼爽，看起來聽命的，你看起來非常高興。南西燕強用板講，看起來聽命的，我從頭汗流脈絡，我經常汗流浹背。我第一擺念頭那麼，我第一次染頭髮，吃到較涼爽，感覺比較涼爽。南西燕強用板講，吃到夠涼爽。